事吧？快，带孩子离开！谢谢师傅，快点！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阿弥陀佛。哎，看看再说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先不要过来，先不要过来！你这和尚要干什么？我的人可都是你打倒的。贫僧请将军放了这些百姓。看你没杀我的手下，本将军放你一条生路。快快滚开！百姓不走，贫僧是不会离去的。阿弥陀佛，我们准备。少侠，不能再追了，不可再上升了。大师，这些人都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犯，如果你不杀他们，他们就会杀我们更多的大明百姓，恕我冒犯。制止杀戮全靠教化，这样杀来杀去，何时才是个头啊？杀了他们不敢再犯我大明朝，自然也就杀到头了。冰山说的对，这些倭寇你就得杀光他们，让他们再也不能过来杀人了。你看看这些百姓，他们的亲人、父母以及孩子们都被这些倭寇给杀了。你问问他们，这些倭寇该杀不该杀？该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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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将军来得很快。汪大统领，无端造次惨败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大将军，请坐。汪大统领，汪江津一战，我部被歼灭了3000余人。前几日，你和我二弟次郎又败在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手上。昨天，我的手下在封疆又遭几个明朝的高手暗算，伤了20几个人，一连的惨败。汪大统领，你能告诉我原因吗？你我联手纵横了几年，这样的惨败还是头一遭吧？我请2位将军过来，是为了那几个武林高手。那几个人
是什么来头？我暂时也不知道，只不过他们用的功夫是我生平所仅见。我想，可能跟几百年前那几个武林宗师大有渊源。这几个小子，我们不能小视。哼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是被那几个家伙吓破胆了吧？我汪元正，乃岭南毒教的教主，一代武林宗师西毒欧阳锋的传人。我会怕了那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兔崽子？只不过那几个小子太滑头了，我才吃了点亏。你我共同的敌人，张京、朱完被押送回京，就要问斩。张京之女张若娴，朱完之子朱铁桥，他们正在筹划营救他们的父亲。为了让张朱二人人头落地，我们恐怕不能袖手旁观。好，说吧，怎么个帮法？为了确保张朱二人人头落地，我们已经定下周密的计划。你这和尚真有意思啊！你都快把人给杀了，你都不还手啊？昔日佛主以身赐虎，以求寂灭无上涅槃。正诚如是，不上法身。好。那你说这些呢，我都听不懂。不过，你那招用手指头架刀，倒挺好玩的，能不能教给我？盖施主心无旁骛，是至纯至善之人。你教不教啊？施主的武功已经快如鬼魅，巧夺天工，已是绝世高人，何必再执着一招一式？武功这个东西呢，当然是多学一点才好玩啊。你要是不教我，我教你也可以啊。一切随缘。盖施主，义士，姑娘，贫僧告辞。师傅留步。师傅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四海云游，并无定向。那既然师傅并没有要事在身，那么在下想请师傅帮一个小忙，不知师傅可否愿意？哎，这杀人不干，救人干不干呢？救人啊？师傅，张京、朱完两位抗倭功臣，你可曾听说？略有耳闻。两位大人被奸人所害，正羁押在京城。即日问斩。我想师傅和我们一起去法场救人，不知师傅可否愿意啊？施主，张朱大人乃江风守土的能臣，若是救了他们，就是救了千万的百姓，更能弘扬佛法，普度众生。若要贫僧和你们一同进京救人，贫僧先声明一事：绝不开杀戒。啊，对了，还没有请教师傅法号呢。贫僧法号向心。向心。阿弥陀佛。
皇上您看，要炼成此红丸，必得上好的人参，再将处女之精血混合在一起，其至阴至阳一旦交融，便会产生一股纯真的真气。此真气乃是御毒驱毒、御秽除秽，而且清净免劳，远离那些俗人俗物。如此这般，皇上才能青春永驻，万寿无疆啊！哎呀，清净免劳，远离俗人俗物，朕要是能做到就好了。启奏皇上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首辅徐阶徐大人说有要事要见皇上。徐大人，他来过多少次了？回皇上，自张京诛完被押解回京，来过数次了。哦，数次了。要不见他一面？皇上，到时辰该吃药了。皇上，请马上服药啊，龙体才是国事。是啊，皇上。哎，你让那个徐大人先下去吧，等有时间朕再见他。可是徐阶徐大人说是10万火急，此事事关两江总督张。大胆！皇上说了不见了，还啰嗦什么？快走！是。杨爱卿，臣在。那个张京杀了没有啊？马上押到京城。到京城以后，马上问斩。这件事情办利索了。一天到晚的张京，朕都烦死了。是，臣领旨。没什么事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臣先告退。走，吃仙丹去。徐大人，别来无恙啊！老夫好得很。皇上已回寝殿歇息了，徐大人莫不是还在等皇上召见？老夫识君之路，有关乎国运的要事禀告，自然要亲自送达圣听。老夫可不像某些尸位素餐之徒，蒙蔽圣上，只涉及安危于不顾。徐大人话中有话呀，只是圣上未必有功夫听你的要事。我劝大人一句，与其在这儿垂死挣扎，不如告老还乡吧。你，徐大人，不是老夫多嘴，这张京和朱丸之事，皇上已经烦透了。只要一听到这两人的名字，皇上就浑身不舒服。依老夫之见，徐大人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免得惹怒了龙颜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搭上。更深路重，本官就不奉陪了。大人的老寒腿若是痛入骨髓，不如就此离去，学学什么叫识时务。郭姑娘，你的伤还碍事吗？我的伤已经无碍。那，你饿不吗？要不这儿有火堆，你坐近一点，可以暖和暖和。我不冷。大哥，大哥，你今天打倭寇那掌法叫什么名？我师傅也教过我给忘了。怎么着？师傅教你，你说忘就忘？不是，他打的又不好看又不好玩，那我肯定给忘了。大哥，你肯定会教我的。你大哥的掌法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
应该是降龙18掌。啊，对，我师傅曾经跟我说过，就叫这个降龙18掌。但杨少侠的掌法却多了很多变化，只能说和降龙18掌似像非像。是什么原因？郭姑娘果然厉害。对，这的确是降龙18掌，不过是从我师傅的降龙18掌中演变过来，加上我自己的变化，现在应该叫做降妖20掌。降妖好啊，降妖比降龙听起来更猛。大哥，降妖20掌，我就学他了。小学啊，闪开点。哦。兄弟，绝了！大哥，我别的都不学了，我就学这个。学这招啊！这是降龙18掌最后一式，叫亢龙有悔。哎呀，我就说郭姑娘好眼力嘛！郭姑娘，大哥，郭姑娘，我跟你说，如果这招遇到强敌的话，那么对方如果聚全力双掌出击，那么最终的结果就不治身亡了。没错，所以我大哥呀，就是以这个单掌穿过敌人的双掌之间，然后一掌就把那个狗东西给打飞了。大哥，绝了！学霸，掌中藏拳，出其不意。杨少侠倒是敢想敢做。手放开。郭姑娘，过去。不过这降龙18掌已经传了300多年了。想当年，洪七公和国景郭大侠内力是何等惊人呐！又岂是你，我等人可望其项背的？300年来，风云变幻，沧海桑田，不知道有多少能人奇士跟武林绝学又重出江湖。如果你我只是墨守成规，不思进取的话，那早晚就会没有立足之处了，更不用谈去报效国家了。唉，杨少侠说得很对，我师父在严创问眉剑法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。郭姑娘言之有理，等你我没看到天都已经比脸黑了，睡觉。师妹，这里挺安全的，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吧。若仙，
坐一下。若贤，这是我路上买的玫瑰酥饼，可能没有你府里的好吃。来，那也好啊。师兄，给。对了，前面就是薛关屯，吃完了以后咱们得赶紧赶路。看来乔兄弟的武功不过如此。他们俩诡计多端，不是我们人多功夫好就能轻易对付了的。乔兄有何高见？这样，给他们设个圈套，找天晚上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统统把他们干掉。要做得干净利落，确保万无一失才行。对了，找个探子，多方查探，尤其注意那几个武林高手，千万别让他们坏了我们的大事啊！大半天了，你一条都没抓到，行不行啊？我快要饿死了。放心吧啊，我封盖老五闯荡江湖这么多年，扎个鱼再不会。放心啊！那你快点儿，回头人家郭姑娘都比你快了啊！好。大哥，你干嘛呀？不是我什么都没干。他是和尚。哎呀，你个死和尚，你干嘛？阿弥陀佛。你还阿弥陀佛？和尚，人都快饿死了，你还救鱼？盖施主又说笑了。一来你不会饿死，二来众生平等。你个和尚，到时候连你一块儿饿死，我看你怎么再去普度众生。哎，冯弟，人家大师是出家人，说话休得无礼。无妨，无妨。相信师傅，我问你，这300年前南帝一灯大师，可跟你有渊源呢？哦，一灯大师乃贫僧的祖师爷。哦，贫僧的师傅是一灯大师的第19代传人。难怪呢，向心师傅的一阳指如此厉害。惭愧，惭愧。贫僧学的只是皮毛而已。真的？
干啥？你会央视啊？哎，教我呀！哎，凤姐，武功秘籍不能外传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施主若是真心想学，贫僧也不是不会教。真的？哎呦，小和尚，你心里真凉呐！走，练央视去。走，学央视去啊！走，走。既然都答应你了，也不急于一时嘛。我不。哎，没事。贫僧既然答应了，道士一定解囊相授。你看，多好的和尚！又没得玩了。来人呐！大人，被叫。大人，今天还去皇宫吗？去。老夫身兼2条人命，数万百姓福祉，就是死也得去啊！可是，轿夫们都拉得不行了，全府上下没有一个人起得来。什么？还不快请大夫来！是。严大人，请。徐阶今天没来啊，锦衣卫那边来报，徐府最近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，先是牲畜全死光，再是水又出了问题，全府的人现在都在拉肚子，就连徐大人也拉得起不来了。还是王公公手下办事利落。不可能，徐大人是倒行逆施，跟天命作对，这次他是活该受罪。还是王公公的人和。嗨，徐大人仍写下了一封奏折，被我的人扣下了。虽说皇上不会看，但是留着怕也是个祸头。王公公对我恩重如山，日后一定重谢。那我先走了。严大人请。师妹，就住这儿吧。二位客官，梁间最好的上房。哎，两位楼上请。走，师妹。大哥，喝一个啊！来，干干！都准备好了吗？没问题，都准备好了。想尽一切办法把药下了水里。等等，千万不要被发现了。若曦，喝水啊。不用担心，等明天咱们到了京城，相信徐大人一定会救出张伯伯和我爹的。
师兄，你快看，也不知道是哪位恩公。看来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连夜赶往京城吧。走。直接绑了。若不得手，我们正好杀得个措手不及。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，他们再也看不到京城的太阳。你说的太对了。哎，郭姑娘，佩服，在下本来想趁这个机会给这些人松松筋骨的，没想到居然让郭姑娘你那么轻易的就先下手为强了，一点机会都没留给在下。我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哎，郭姑娘，你怎么会想到这些人有问题呢？白天我看到一个人很面熟，后来想起来是汪元正的手下。我们刚才救的那2个人是谁？啊，一位是张京张大人的女儿张若娴，还有一位应该是朱完朱大人的儿子，叫朱铁桥。你认识他们？我家跟张家一向是世交，所以自然认识。既然认识，那为什么不上去相认？郭女侠，这白天不是人多眼杂吗？再说现在敌明我暗，能不暴露就不暴露。现在离京城应该不远了，我想只要把他们消灭，今晚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那也未必。对了，下次想到什么，别一下子就跑。遵命，郭女侠。哎，不过我这个人啊，自由散漫惯了，自幼无拘无束，来去匆匆的。不过你放心，就算走得再远，我也总会回来的。徐伯伯，我爹他们是被冤枉的。徐伯伯，恳求你救救我爹跟朱伯伯吧。2位快起来，有话慢慢说。起来，来，你们的父亲既是抗倭的中流砥柱，也是我的至交好友，于公于私，我就是豁出这条老命不要，也要救他们。可是什么？我已经7次进宫，但都被挡在殿外。无论我怎么苦苦求见，皇上就是不肯见我。你爹他们的冤屈，根本就没法上达天听啊！可您是当朝首辅，皇上怎么可能不见您呢？唉，皇上现在最关心的，就是修仙练道。已经3个月没有上朝立事了，朝廷全由严嵩把持。这狗贼他说什么，皇上便信什么。我这首辅就是个摆设，现在能见到皇上的就是蓝道士和严嵩了。徐伯伯，您不都上奏折了吗？难道
皇上他都不看奏折的吗？我已经连上5道奏折了，却一点音讯都没有，无疑全落在了严嵩的手里，皇上根本就看不到啊！我爹他一时清白，难道真要死于奸臣之手吗？昏君奸臣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一刀宰了痛快。铁桥，不许言出不进。难道侄儿说的有错吗？若是皇上英明的话，那严总怎能一手遮天？师兄，别再说了。大哥，这儿可真热闹啊！待会儿咱们找个地儿好好的喝上一杯。我们不是来玩的吧？你心里面装点正事行不行？这不耽误事儿啊！哎呀，封地也真是的，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一点忙都帮不上。杨少侠，你要鞭炮的这些火药干什么？和尚怎么那么啰嗦？让你干你就干，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了。大哥，别叫大哥，赶紧进来！要你帮忙的时候，人跑哪儿去了？哎，外面放那么多的炮竹干嘛呀？自有我的用途。快点，你帮不帮？快点过来！来吧，哎，大哥，我找到了个好玩的。有什么可玩的？没看我忙着呢，腾不出手。快点！你们看，玩。怎么了？啊？封地，大哥突然想喝酒了，酒喝完了，你出去给我买点酒。对对对，你又喝完了？喝完了，乖，快去。这要你做的事，都做了吗？哎，做好了。这府上府下，我已经布置了天罗地网。只要朱铁桥和张若贤他们赶来劫法场，那必定是有来无回。明天要来的，恐怕不止朱铁桥跟张若贤。不是，那除了他们，还有谁呀？你忘了通仙镇那几个神秘人了吗？他们也会来。我现在就想个办法。哎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请来高人相助。终于来了，铁桥啊，徐伯伯无能，救不了你们的父亲。可是，
我打心底里佩服他们，视死如归。以后，你们就住在我这里，就把这里当成你们自己的家。徐伯伯，徐伯伯，我和师兄今天一路奔波，也确实累了，我们想先回去休息。好吧，那你们快回去，好好休息吧。晚辈告辞。若贤，你刚才为什么拦着我，不让我说话？若是徐伯伯求救那个狗皇帝，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呢。错，难道你就看不出来吗？徐伯伯和咱们的爹早就已经死心了。那怎么办？劫法场。和尚，你从这里进去，知道吗？好。郭姑娘，你从这边，行吗？直插到底。啊，要注意安全。哎，奴婢。你呢，从这边进去，然后呢，到这里。那好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明天一定要全力以赴，救出2位大人。不对啊，大哥，我们都有任务了，你干嘛？我自有打算。到底去哪儿了？你别问我，你这问我一上午了。老五，你好好想想，昨天晚上你跟杨兄弟买炸药的时候，他跟你说过什么？哦，对了，我想想，他说什么了？他说这事办完了，好好跟我喝顿酒。你说你们两个酒鬼，今天要出什么漏子，我拿你们俩试问。徐大人心情好像不好，严大人倒是如沐春风啊！为国除害，当然欢悦。既是为国除害，怎么不见百姓如严大人这般欢悦呢？都是些无知草民，他们欢悦与否，于大局又有何损？哼！这严老狗在说什么呀？我一句也听不清啊！
哎，郭姑娘、老五，你们看那些人。 这不是那个在通奸镇用毒的那个人吗？你见过他？啊，这个人是严贼的手下。这个老贼果然老谋深算，竟然派他手下乔装潜伏在百姓当中。我听说张京、朱完2位大人的公子和千金也都到京城来了。他们一定会出现，看好他们，千万别让他们受伤。张大人，朱大人，老夫无能，救不了2位大人。徐大人，你不必自责。如果能以我们2人的鲜血荡涤皇上眼前的杖迷，我们就死得其所了。张大人说的没错。抗倭之事，还请徐大人转奏皇上。江浙沿海，若无张大人这般谋略胆识之人，抗倭恐怕只是一句空话呀，徐大人。 2位大人的话，老夫记住了。时辰已到，斩！来人，开斩！开斩了！这不开斩了，再不动手来不及了。再等一下。哎呀，等什么呀？看看还有什么诡计。一会儿还请2位料案上无辜。这些人都不是无辜，都是该死的人。老五，别跟我说，我可保证不了。还请徐大人奏请皇上，速请山东泰州魏国残将戚继光入浙抗倭呀！还有，江浙总督和浙江巡抚之职，一定要派贤良之士担任呐！徐大人，徐大人谨记呀！若不如此，倭寇必将猖獗。 不出数年，便会危及京师啊！徐大人、张大人、朱大人，你们就放心吧，一切会有我。徐大人，拜托了！徐大人，拜托了！斩！ 不要管了，我们是来救你们的。擒住他们！徐大人，好好看戏吧，好戏还在后面。你们这是何苦啊！师兄，快带我爹跟钟伯伯走。要走一起走，没想走。朱贤，动手！
相救。他们是什么人？别问那么多了，快带2位大人走。若姐，你的警察快走，不要管我们。不，跟着一起走。快呀！哎，你疯爷爷给你们送礼物来了！快站！快步来也！贤儿，你这是在害爹呀！爹，别再说了，再不赶快走，就要被砍头了。娘，谢谢你2次救了我们，但是我们是皇上的臣子，虽然皇上没有以国事待我们，但是我们必须要以国事待之啊！对，我与张大人深恶皇恩，命早已是大明皇帝的了。以前君让臣死，我们是不敢不死啊！2位大人不要再布置了，快跟我们走吧。爹，姑娘的美意我们心里了，不过我们绝不会走退。姐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这是在救他们。徐大人不用担心，他们走不了。身法够快的呀！喂，你是不是还嫌我的衣服不够破啊？哼，我看你是血流的不够多。挺好看的。你找死啊！
香啊！你们有多少香粉啊？啊！你个臭要饭的，我宰了你！快，你来真的？你逗着玩呢？下来！住手！大胆狂徒，竟敢挟持当今圣上，弓箭手何在？雕虫小技，那些弓箭手根本伤不了我，你们就不怕伤到你们皇帝老子吗？快让他们把弓箭放下！快把弓箭放下！快把剑都给我放下！放下！王公，你疯了！王公，你敢在天下人面前谋害皇上吗？逆贼！放下皇上！你想谋反吗？谋反？我就是一个浪子，可没那么大的野心，只是不想冤枉好人罢了。所以，今天借你们皇帝一用，马上放了2位大人和我的朋友，不然……好汉饶命啊！我让他们把剑放下，你把剑放下！让他们走，放他们走！喂，大哥，你不走啊？你们先走，我马上就来。走，快，快！走，抓住了！救驾呀！你们这群废物！大人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先救皇上！救救朕！哎，这严党不除，大明危矣呀！爹，你醒了。女儿，扶我起来。